出生于客家，一辈子爱客家，这或许就是2011年客家贡献奖得主刘曼香的最佳注脚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认识刘曼香。他曾经任职美国太空总署，在侨界相当的活跃，却不忘致力客家文化的推广。他组织客家文化合唱团，或者是举办寻根之旅。刘曼香从不缺席，爱客家，他让旁人都感动。旅行团来到苗栗圣心车站。他们是旅居美国华盛顿的客家乡亲，这一次回到台湾展开寻根之旅。这个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，热情介绍思念的故乡好味道，身影穿梭在人群中格外醒目。他是刘曼香，这一趟寻根之旅就是他一手策划，也是侨界相当活跃的人物。今年60岁的刘曼香，1970年台大毕业后赴美攻读博士，曾任职美国太空总署，后来转行从事旅游业，致力于海外推广客家文化。曾任华府客家同乡会会长，现任侨务委员，还荣获2011年客家贡献奖。回到故乡，看到油桐花开，刘曼香唱起歌，眼泪不禁掉下来。年黑故乡明，年黑故乡亲。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。好，所以那种在外的游子浪迹天涯游子心啊，反正那条歌就很感动，那是我第一首学的客家歌。客家中的景物触动每一位团员的儿时记忆。刘曼香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欢乐的歌声。游览车上，客家歌谣一首接着一首。刘曼香和海外乡亲成立合唱团，还在华府举行演唱会。走向世界的客家人啊，是一个要创造一个客家世界啊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的客家人，而且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客家人，所以你看我们唱歌的时候都很振奋。借着他们的歌声，客家精神传遍海内外。我们在唱歌里面就是说，不忘祖宗言啊。客家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宁迈祖宗田，不忘祖宗言；宁迈祖宗坑，不忘祖宗生。日月潭的美丽景色让海外侨胞们赞叹。走过世界100多国的刘曼香却说，还是故乡最美。这趟寻根之旅，刘曼香也是抱着学习的精神回台湾，带领的每位团员都是种子，要把客家文化、客家精神在海外发扬光大。油桐花雪白了枝头，旅人魂牵梦萦。客家音活跃了记忆，游子日思夜盼。积累30年的寻根情，刘曼香努力播种，要让全世界看见客家，也看见感动时刻。